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日前接受到专访，讲针对新北市2026，伊今年初有甲国民党释出善意，但是国民党的答复冷淡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有上新的回应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其实我有递出橄榄枝啦。我说我2026我愿意跟中国国民党他们派出来的人来协调。只不过递了橄榄枝以后，好像中国国民党那边反应蛮冷淡的。新北市现在一切都是以新北市民让市政的建设最有感，全力以赴。那至于党有党的基础，我们一切都是尊重的。侯友宜讲尊重党的机制，黄国昌讲会努力，让家己伫新北市将做上好的选择，目前也是持开放的态度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